在地人在地前来讲，云林斗六是菜瓜主要的产地。斗六市公所5月11日要伫个碰刺森林公园来举办着菜瓜节，现场是准备着1000份的菜瓜糜甲菜瓜料理，要甲乡亲来分享。 由斗六市3公里出产的脆椒菜瓜，会当讲是菜瓜界名牌商品。啊，为着甲在地优质的农产销解，互更侪人熟悉，公所伫咧当年拢会举办菜瓜节活动。今年活动卖伫咧5月10日，碰刺森林公园开播上场。过来甚至有做好的活动相关的细节拢咧斗六市公所网站哦。斗六市脆椒菜瓜名声透全台湾，销量继续拢袂歹，希望当继续分化推广，互农民加谈话增加收入。今年丝瓜市场的还不错，产量也达到80%。5月中旬的价钱可能会到60、70的部分，因为量越来越少了。 斗六市菜瓜节现场除了真侪种农特产品、毛精彩表演，同时公所嘛准备1000份的菜瓜糜含限量的菜瓜料理，邀请民众同齐来吃斗斗的。 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